们来关心森林的消息，为了改善空气的品质，加达成环境永续的目标，台塑企业举办空气污染减量加环境永续论坛，邀请学者专家进行交流。森林馆长张立先甲台塑企业有签环保宣言，共同要向净零排碳的目标要拍拼。 森林馆长张立先和台塑企业管理处总经理林胜志共同签永续环境宣言，为了改善空气品质，达成环境永续的目标。那台塑六轻在这几年也花了1227亿哦，针对整个的制程哈做了很多的改善哦。我想他们也很努力的哈。台塑企业表示，这几年为了改善空气品质，做真侪改善措施，而且碳排放量比高峰期减少15%，未来继续向永续环境的目标拍拼。受益最多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不但可以确保生产工厂的正常运转，员工的安全，甚至可以确保到社区居民的安全。希望台塑和官府会当继续拍拼，让乡亲有一个清气舒适的生活空间。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